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Q 短短，台语安尼写 Q 短短，形容物件柔软有弹性，食起来有嚼劲会弹牙。台语讲 Q 短短。这间面摊上出名就是刀削面，是安尼 Q 短短，只要嚼一解就会掉嘴。啊，若讲到 Q 吼，三不顶 Q， 有单一字 Q。 有 QQ， 有正 Q， 有 QQQ， 有 Q 短短，包括粿、圆仔、麻糍、肉圆、贡丸、面条、米饭、水饺、包仔、芳、饼皮等等的食物，都是拢爱 Q 才会好食。像讲这间便当店，就是好食的因的白米饭，芳个 Q。 啊，新竹的贡丸真有肉香味，口感 Q 个脆，真侪人爱食。阿嬷煎熬煎甜粿，香香 QQ， 孙仔烧济抢要食。台湾真出名的粉圆年茶，迄个粉圆哦，食起来 Q 短短，参阿东的朋友嘛真爱食。同款的形容柔软富有弹性，还佫有软腍腍，像电视的广告咧推销布丁。 迄个布丁倒出来会韧软韧韧，看起来真好食。啊，那汤姆乌溜溜有弹性，台语就讲汤姆乌韧韧。另外吊桥会韧，上下有弹性的晃动，嘛是这字韧。今仔日的台语字 Q 短短，软韧韧，实在真趣味。